我大爷的心，为父，为父。大爷，那边来了一模一样，好像是外乡来的。怎么样？瞧，你曲子都敲敲敲。可不定，嘘嘘嘘。娘子，来此一日黑名怎了？娘子，随我来呀！因为一曲儿女，外甥，娘子，娘子，你脸色苍白，莫非病了？此事有些发了，莫妨死地。可夜幕将临，陪我寻过千金客店，要些几日再饮上路。娘子意下是何？就以外甥。先于店家，娘子稍待，陪我而来。哎呀你不放眼呐！最多不算上来了。明明是你，完全是我做事。虚光无礼。回家，请。这位神兄实在小见鲁莽，使我管教无方，得罪神兄，万望死罪。哪里，区相似，不必猜疑。看神兄风尘勃勃，两手万象大慈，真是看神兄真心大义，哪里神
血，长追神事，亲人神兄。这下心脏应好，那是万永生。在这黑的地方，提起我家大爷，那是很有名，谁生不知，哪部不晓？大爷啊！原来是张神兄失惊了。不管啊，不管。娘子，这位是张神兄，神兄此乃从亲。哦，原来是首夫人张儿之下有礼啦！万里。皇上，看天色不长，还是早些寻个子嗣吧。娘子言之有理，张神兄告辞了。何处兄且慢，我家是不愿神兄赴约前访，也好稍微尽这体主。我与神兄萍水相逢，怎闻当时？哎，常言道，与梦是缘分来不亦乐乎？何况我与神兄一见如故，十分情缘。哦，对呀，我家大爷最喜欢结交你们同时辰，公子你就不要客气了。我们家有的是相房，正好就公子你们送点旅费还村。皇上，大爷。张神兄，子女之间关系不清，这是我携妻子眷多月不便，盼望神兄见谅。好吧，既然神兄不愿前访，那也不管勉强。这是还需请我亲近看店才好。大爷，东街那边遇送我养女，那是黑林城第一等亲近的看店，目款倒是十分香啊。对，我这就叫张信为神兄带路。此次多谢神兄了。我公子红娘子，请。
生为我操劳呀。万岁用功读书，为其照料，乃是很难之事。娘子的身体可有好些呀？治疗其实，身子已算康复。那就好。娘子，眼看他辈子即将尽，此处离京都还有一些路途，你可千万照顾好自己，不可再多劳累了。万岁放心，我已服药，明日就可上路了。明日就可上路，万事再歇歇几时好。万岁，考勤不远，万须请早观望京都。快些有了这杯，想明白。有啊，娘子。万岁垂目哀叹，莫不是失忆孤王之事，欲怪上我。
公子，这是我家大爷的要钱，请何公子今夜付给姑父赴宴。官人，天色已经不早了。何公子，我家大爷是清凉有金子，你都不肯谦虚，今饭啥是这么去，那就是看不起他了。哎呀，真过，小生这次不为隐居，还伤了张真兄弟心啊。何公子，你不为隐居，那就赊银几杯嘛，与某家公子谈谈分，做做事，如何不可？官人，万事不屈的好。娘子，想那张行虽是萍水之交，也是来虚华本乱，生意可观。何况我们明日就要离开海里，也该去向他道谢此礼。此次我要隐居，父别早去才我娘子放心便是。何公子，请啊！官人，娘子身体要紧，早点歇歇。何公子，快走吧！请。何娘子，何公子到张大爷府上去了。是啊，丈夫管家专程前来相亲，我官人无法推辞，故而去了。何娘子，你们与那张大爷可是故交？不是的，萍水相逢罢了。何娘子，你们准备几时动身啊？我们明日就走。对，还是早些走的好。常言道，在家千万好，出门万事难。身心的独臂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多谢便见。不用客气，于是这管交代。好。
青丝转向西山看你，两小飞复不归。多谢好意，曾大爷夜已散了，他请回府去。为了他这么亲热，尽管我罪孽，小娘子冷清清，沉默怎起梦风，一来来。曾说一刻不能大声，梦不对，花好也好，青春好，情也为情为这是什么话？你是难道天掉下地狱，不要到官府？朝中有情全是那谁，黑名家门把谁，一有我真是小女小娘子，快大爷快一吾将丁小儿关在了。大爷，你已经完事了。快点去！蠢材，那小娘子到罪了，还不快我走！是。来，今夜好事不成，倘若那何妨许心嘞？大爷，常言道，两小非君。斧头不藏斧，干脆把他。我来问你，那我们须举这一头是谁在他身边是害，是小丫头没想没想。妙啊！大爷，妙造！
小贼不服，你不死不走。枪我放，连连枪枪都不放。
见不成心儿恨，因是他舍弃龙源花。这就是终点。我太你们太衰了，错把自己当红花，可恨这次太骄大人，一离是不来。
还退了我的金银珠宝，他醉了。哎呀，有这样的事啊！哎，张大爷，可惜侬迟来一步。是嘞，哦，刚刚那个小姑娘啊，今天她的一杯茶，哎，急匆匆的把那东边下路，是吧？当真？真的？父王，哎呦，张大爷要是不相信啊，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嘞？放心，来，谁？慢！张大爷，侬是讲这个姑娘藏在我的店里向啊？好，上头那不放心，弟亲哎，快叫姑娘们通通出来，让张大爷审点。阿姨没有人，快仔细了，快仔细了。回复是阿姨，阿姨。阿姨，养了雷包，那后头血已经撕裂了。姑娘，不知道说那么好的，这种大回事。老太婆，不要紧啊！赶快请我们张大爷的死。他的思想，尽管在我的店里向强强密密，让妈妈飞过了。不，姑娘们，吵架不！老太婆，你不要出去回去传去。等等，
堂堂色情，多美神乖乖相扶。
将不及此，你要休息了。明日去寻访洛阳的典故王小儿，可曾找到？委屈洛阳哎，就在你猜测那一晚，那丁小儿便不知去向了。哦，你再去采访，不需要找到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女儿，女儿，女儿。啊，老张，就在此地方。糟蹋你忘我女儿，你忘我女儿！老张，清醒。我们不是上当，我们只是引路之人。你是袁林，你是夫人，你们为什么不成我的草？为什么将我当得死去活来呀？老张，我们送你回家去。去呀！我不敢糟蹋于此，将我关了3年监牢。我早已夫家可归了女儿。老张岂有冤枉？我们替申冤报仇。报仇！再关3年，还是3年。头儿，你将他先逮子坐上，关灯之后再去寻访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
心里，我从张行到陈恨，黑你对方好平。妈妈，你在讲什么？我在骂何文旭呢？何文旭，他在。哦哟，何文旭啊，已经死了3年嘞。曾经死了，妈妈以后是他。今早啊是何文旭的3周年，还多他轻装特地去骂我啊骂你们。哎，我差一点怪他一个，那哎呦。妈妈，我知道何文旭是你叔叔。何文旭是我的女婿呀，女婿。喏，何文旭的妻子王兰英嘛是我的孙女。那侬讲，何文旭是不是我的女婿啊？哎呀，对，啊，妈妈，儿子你家是哪里？王兰英她很好啊。耶，侬是啥个人啊？当天我的闺女儿想说啥？妈妈，侬是我想我好意思吧？妈妈，侬要是再去说，我就不客气的。妈妈，你有委屈啊？对，今早啊是那兰姨姐姐替他欺负做3周年，他们等着我呢，我回去再啊。妈妈，妈妈，什么意思？你这只羊妈妈做什么？他的方才听这位妈妈言道，今日要为何文旭做3周年，故而想当听。何文旭与你什么关系？你当听他做什么？快他保养好你，不用理他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这位他的，我与何文旭乃是同窗好友，多年不见，不想他已经放过。今日既只是他做3周年，我已遇到他留情一丢，以表不交之情。可他讲的都是实话，不像是假的，那就让他去敬吧。好，此次一举听了。可惜梦了是两年，我来应该相信满分。一年妈妈把我领举下来迎接你，从此咱们难去自。大家生去上万去万生，去上我。两家母女相到底，来自房子见我多劳累，为俺种一把儿子孩子已有3岁了。爸爸胖胖去全家我跟人。请问那这里3个在什么地方？一路这一行路，最不落一行花针，希望让你来参悟，去上我面前多谢诸位他我可惜我
三
他用言教才生孝，十三年受苦多事情，他那子后生还一死，我期望今日去相逢。哎呀，慢嘞！此番更换新房，嘿，身为许多与重生，义不四方因公为民罪，真的情，啥时此刻将其身平顺，难问杨家人，啥时风声传出话，张堂子道有了这了事难成，我起身泪满相送，风水全作很心疼，好在是母亲下了一份命，盼等到自家册子在夫妻身。
下去呀，是要跨生财了。这是小恒的完成这么一点的大，必须完成我的保领。那么，我还是把这领带算了算账。妈妈，不要送！怎么能这样搞？啊？妈妈，如果是错在我是，伤口不曾自己冤罪病死，叫我怎不伤？快来这样一个，这么坏身子，我还是想个办法好好安慰他。哎呀，兰英啊，我听侬讲，俺女婿长得天地饱满，地个方圆，哪个为你轻轻就死了呢？哎呀，真是，3年前俺是看见女婿的坟的，哎，俺没看见女婿的尸体，哎，说不定啊，还没死呢。妈妈，
亲兄我不能了定，算得罪父亲，算不罪不要命。先生是曾算得理，请开官曾算你。真来是家道贫穷生难度，哪与人情来算你？骨子里深深叫算你，不见杨家与同情，难道难以必听见？难道家中富有神？哦，想起了杨家家道贫，莫非是富有人间来算你？我本是金屋财的王先生，得到配领的洋洋名，大都身家就算你，如今要是无良民，中等身家就算你，配中配房配点心，贫穷身家就算你，我要因此报生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与亲，到天龙天也是恩送起小儿高比。先生说我真奇闻，句句当动万人心，其算是凶神算命不要命，万事请他算一命，待母上前启上门，这是我想死你啊！想起了我是青城生花呀生，倘若先生年纪轻，这流言蜚语我更难听。生生到家不认理，到家本是心过体，难道今日寻死意？放生在家对听，我的少女非别人，劝我他自也算得去。他是也算得清，好了这先生与本领，万事拼命将他请。算一算母父的愿望无曾生。妈妈快来，妈妈快来！你是不是俺年给送你的先生来了？你说你先生来了，妈妈快来，妈妈快来！毕竟啊，这啥？妈妈，俺你说你先生来了。啊？你说你先生来了？妈妈，你昨天不是要去请我叔叔的？妈妈，那位先生电脑，英雄上下算
生命不要宁静，还可以算出冤枉他是你。你这样的说你先生啊，哎呦，这是来得好，来得巧，弟金啊，我可是新来啊。此事困想他人也，所以他。是你先生，我想告诉你。好。妈妈，江湖上有一万里万里。先生，我看侬，好像有点面熟啊。妈，我此时困想在乱唱歌，这黑人们还是头一次来，妈妈一定认错了。妈妈，认出神了。认出神啊？哎呀，认出神了，弟金啊，来。弟金侬快去倒杯茶来啊！哦，先生，侬快请坐，请坐。好。哎呀，哦哟，先生，侬请吃坐，请吃坐。多谢妈妈。妈妈，不知你要说的是男名还是女名？男名。请保持诚把事。妈妈，你快说呀！你不晓得？哦，先生，侬坐坐，我去问来，我去问来。妈妈，丁某年归老哟，丁生日新报事。哎，晓得在啊！哎呦，妈妈，哎，哦哟，先生，我问来了，那丁王爷归王要弟金啊，啥？我也不晓得。哎呦，先生，侬再坐坐，我再去问来，再去问来。哎呦，真是新报事。哎呀，哎呦。陪我算了。四正八字大人命，风水学算自己命。一人的命儿我不会算，自己的命儿我算得准呀。先生，我先走，先走。好。先生，不要老老实实、讲细细的跟我算来。你要是说不成啊，我就等等你的，走呗。妈，我也不管家儿的工程，早已测说。妈妈，听他。2021，2021，
17岁迎满天喜，五公七郎三策僧，曹宗见人泪潸潸，陪他进下院门，就此名人好送他小不过他去平安。后羿哈子胡宗桥，突然心寒恨，听得红儿喜心脏，无所与思念。于是大家先进他的一瓦钱，尽量一语。哎呀，对了，先生，侬说个我管你了，刚才是一天了，是不是？妈妈。先生，对不起，侬睡，你干嘛回来呢？陪我算来。哦，哎呀17算到18岁，哎呀妈！哎呦！先生，侬睡啊18岁与我他难心，老有自罪非人同，神因官司大人生，明暗小人官相恨，谁传愿隐暗层。我那秋思的外儿听娘子口悲声，深岁心中深我怎能家在山林观乡愁？劝了娘子莫伤心，妈妈，此名算好啊，算好。你家是台湾话出来？因为玉皇贵人死，贵人相聚得从容，生18不娶，19成，我尊青龙。
先生，我要不是同你商量吧，刚才说的男人是我的管女婿，冤枉死了，已经3年了，岂有冤枉？因我不去审问高长你。我比高长当年长，提起高长我气呀伤。母女几次去喊冤，男的长长全是他，你是我呀父呀全都比，都是一根棒子滚成呀，那句子我唱的，先生，我这哪个说的地方去搞的？因爱听人家，月月心中心中测金榜，明日去苦都分离，你们我愿推荐去高堂。哪个老儿不会混，哪个官子不混账，只恐怕哀怨的板子更厉害。他为官清正于朝堂，天命之事多寻情，你们去高堂，一定能够伸冤枉。先生，听侬讲起来，那秦国大人一定是个清官了。是啊，嘿，这当我是要去试试看嘞。毕竟哎，这是到哈里去下场子哦。西藏我为西呀，啊？先生，我下场子啊！西哎呦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听我下场子好吧？好哎呦，毕竟哎，我自己给我先弄出来啊。我这里有啊。先生鱼的，毕竟哎，他是先生我嘛。哎，先生，我们把脸色清楚一点喽，你怎么拿起面来就谢你？哎，这冤枉嘛放在书里，我是已经说出来了。三层老树传奇，四里放进去论语，四写长子四身份，因为听教策自不发力。唱一写好，妈妈请喝。好，好，哎呀，哎呦，我老大不是死的。
关于一则评论贼贼。说啥？是下子曾得夫妻相会。啊！
多亏后生有一问题说说将来。高长生，王兰英，上到本城我把张堂，今日七夕月长来迎，生死未相也为不负，还宁愿乖乖相扶，团这么王法，将我父后的羞却当成走。小夫人真愿少贼生疏父们，早起青天大圣，动车去好，别再唱，上高，上高。公子上来。张师兄，这场纸上所言可是实情？哎呀，王大人，享有圣德是读书之人，官宦之辈，也想奉公守法，安分守己，岂为做出此等伤天害理之事？你只是调虎血雨，不告。上高，臣之命。小长王法，曾以不生心肠，以为我父亲我出师三贼不敢长，经常邻居口中长堂不明，谁不想？举对三餐一生意，算高高推，从虚我们许三人才一朝，有梦心去天朝。这段虚也不高，乱分天成不清朝。大圣，并不关于圣旨在此。完成这张血，再把我的长子也是上司。你飘万方大圣，你擦去好。恩友，我不是那团长王法的黑人兄弟，此处死！大爷，大圣，谢谢大圣，冤枉啊！快请啊！大圣，我闻听随便正中大军营，张望他恨一条心王兰英，我分明军下王兰英，张望他将我官场黑影成阿城。我不许逞能趁早进牢房，放心什么皇子里，请我分明二十两，要害恨是下子大臣。当场的死女孩，害人老汉是老狗。想想美女想做你我恨你大刀是黑你正常常才因素不行把你天啊！你擦去好，乱如你们这些刁民前辈，王浩，臣子全场，一朝死不早，刁民奸民心狠之我，我无才可造，无才可造，拿着什么样银票可用？以贼人恐慌，本就是谁？我就是3年